魔鏡，我已經跟足網紅嘅潮流打扮，每日都捲起劉海，但係男神又請我食檸檬，究竟我仲要點做先至可以俘虜到男仔嘅心？主人，你人善又心美，凡夫俗子又點可以高攀起你呢？依家係叫你俾意見，唔係叫你安慰我啊！係嘅，主人。而家啲男仔中意麻甩係獨女，只要你對佢哋呼呼喝喝，佢哋就甘願做你嘅裙下之臣。真係㗎？假嘅傻妹，魔鏡都好信。喂，你仲搶咗我塊魔鏡啊？乜你咁跟唔上潮流㗎？而家網上有好多交友平台，只要你進行16型人格測試，同男方嘅性格互相配對，男方就會主動接觸你。真係咁易？就係咁易，我就做咗測試啦，屬主人型，溝通風格係中意照顧人哋，就好似我而家幫緊你咁啊！一將啲資料放上網啊，大把男仔即刻聯絡我啊！快啲去做測試啦，仲等？等，寂寞到夜深。咦？傻豬豬，你好，我叫 BB 啊，我喺社交網站見到你嘅資料，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？咦，咁直接嘅？恕我唐突提出咁無禮嘅要求，不過見到你嘅人格屬於保護者型，喚醒我心中想保護你嘅心。睇張相都幾靚仔，都可以試下嘅。親愛嘅傻豬豬，多謝你嘅回覆。我中意欣賞悅耳嘅歌聲，進行心靈上嘅交流。你可唔可以唱歌俾我聽啊？我都唔中意唱歌，但係如果唔唱 ，BB 豬會唔會唔再同我傾偈 ？BB 豬，我都好中意唱歌噶，你聽下。是場惡夢，我仍然揀你，禁止都沒用。BB 豬，你嘅歌聲直入我嘅心中，冇人可以禁止我揀你。哦，唔好意思，我都忍唔住失控。係喎，善良嘅女性都一定中意養貓。你有冇養貓啊？我最憎貓噶啦，不過我唔可以破壞我喺 BB 豬心目中善良嘅印象。BB 豬，你聽，我都好中意唱歌噶，我都好中意養小動物噶，你聽下，喵喵喵，我啲貓係咪好可愛呢？貓貓可愛，唔及你可愛。你呢次仲走得出我嘅手指啦！是場惡夢，我仍然揀你，禁止都沒用，盡情失控。心怡，多謝你介紹個交友平台俾我，我終於識到我男朋友啦！乜咁啱嘅？我都識到男朋友喎，不如我哋數3、2、1，大家一齊攞張相出嚟俾對方睇啊！好啊，3、2、1。點解你我男朋友張相㗎？點解我問你先？我問清楚佢先。我都要。點解你有第2個㗎？乜唔係話你只有我一個咩？分析我啊！如果唔係，我哋就分手。你話你愛我，我就信你。吓？BB 豬已離開群組？魔鏡，我要點做好啊？你唔係話唔信魔鏡嘅咩？主人，你人善又心美，點解要遷就人哋，委屈自己？你哋咁戀愛腦，做咩事都只係維護人哋女朋友嘅人設，冇咗真正嘅你。主人，你甘願俾人左右咩？點解你哋唔可以俾啲信心自己，活出自我價值？你講得啱，我太容易俾其他人左右，之前太依賴你，跟住又迎合人哋，結果冇咗自己。主人，我好開心見到你終於覺醒，我任務完成啦，你之後要靠自己啦，再見。魔鏡，多謝。
多謝各位。多謝各位。